牧泽，我的非常好的一个同学，也是学长哈，南省神学院的哈这个牧长。那这次回来，真的是得他的这个欢喜，因为他有将我们的事工介绍给我们的贵教会的一个长职，来跟他们报告说有这么一个宣教事工哈，从美国外地回来，然后什么时间大概有这个春季的时候会回到我们的台湾哈这个地方来谢谢贵教会的一个长职特别把5月第1周就安排香魔术过来赞美，你看我就很准时来报道了，准时的这棵树飞向台南的你们我这次也有机会到高雄，我的故乡是高雄前金教会的这么一个会友。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敬拜的心再一次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守候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导引，是有亮光，这个亮度足以让我们可以安稳的行走。我心仰望耶和华，我心开口向耶和华赞美，我心向高处至高的神来做欢呼，因为你对我们的好我们都知道。愿你圣洁的膏油滴向我们，也滴向赞美的一个赞美团跟圣歌队，因为他们是用诗歌，用歌声极美妙极这个响亮的声音来欢呼耶和华的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我心歌唱。以下的时间求你保守，靠耶稣名来祷告，阿们。这一趟路我回来就准备这么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是很适合我这棵树来做一个宣教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白，跟这个证明说这棵树到现在上帝还在用虽然领了敬老卡是3年前领了敬老卡，但是用了，每次我要这个刷那个在台北进出那个这个地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还不是很老但是已经是够年龄了，所以每次叮一下20块变10块，对不对？20觉得假老不错是不是？你们懂这句话吧？就是老了也什么样，被什么样优惠被什么样喝宽胎，好的一个优惠的管待。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你们华语堂的这样一看过去通通都是大概是30、40岁之下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你们会觉得用那张卡这个还不用啦，你们还不需要啦，是不是？还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政府给我们对我们的好的，我们就想可以用，我们就感恩的灵去把那个叮一下这样所以我这次就是准备这个主题树的赞美。我先做一个survey， 树会歌唱，树会唱歌，树会迸出他们的一个歌唱的一个这个旋律的时候，你们会认为树会歌唱吗？会的人请举个手好吗？树会唱歌，树大部分举手上面也举起来，也同意了。这个比例比那个台语堂的更高，台语堂是好像50而已，那现在是有70%。OK， 表示说拢少年的每一个人都是还在继续在行走赞美之路耶和华的灵给我们有赞美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当把握好。所以我现在讲到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赞美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向往，也是我永远表达方式，爱回应爱栽培我的主的一种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怎么样？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啦，我也爱你就简单呢不需要读很艰深的这个希腊文的一个神学，对不对？到后来牧会这些牧长牧的就是说耶稣我爱你不？有
爱了，耶稣有同在了，与你同在，那个同在的灵就使你安稳保障了。这个就是永生的保障在你的一个居所里面。好，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有什么？动物，牛，那为什么你会问说，为什么会用牛来做开头呢？讲到的一个开头呢？你会问说，徐教授你的那个从美国那边砍几架鼓，牵一只牛回来，要这么介绍牛牛肉好吃啊？不，牛的旁边有一串字 ，GOTMILK。多年前在美国电视有一个广告，一只牛跑过去，后面掉了一串字，都没有讲话，都没有旁白，都没有广告词。OK 牛，等一下再从左边出来，又掉了 GOTMILK。请问 GOTMILK 是什么 ？Got it？ 牛，你有喝了这个牛奶了没有？好，不管看电视的人是怎么样，就是你看了我的广告，你会被我影响，你会知道说原来这是牛奶的一个广告。每一次我回来，在台北街头，我都会赶快的定下来住宿点定下来之后，我就去什么走进711号，711号那边里面看有找到这一排了，711有拿到有买到我要的那个瑞插牌一喝，哎呀，满足我心呐，那个味道之纯呐，我讲喝起来真的是非常满足我意啊。从美国就一直在说瑞插牌不错，零插饮也是非常可以去买来喝。是的，这个广告就是在提醒说，各位，你有没有在喝我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这个好的品牌可以营养满足你的灵，满足你的需求，满足你。好，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好，这是一个小孩子，请问他有一个什么？他是在做什么动作？敬拜赞美啊！哇，你看图说故事马上就解破了，你有孙子吗？像这样的3岁，大概是还没有多可爱啊！他的这个举手，他的按左手的贴心脏他不是跟人家赛跑说我跑第1名，我好累，我终于赢了一个什么赛跑的第1名。他在做某一个有深度的一个动作，有深度的促使他非常自然的 reaction， 就是说一个回应，说我在做赞美啦，不要打扰我进入deeply meditation， 深度的冥想啊，懂吗？有深度的冥想，你看他哇，这越看越像我自己3岁的时候黑黑的，对啊，那个台语叫做欧丁贵啦，那黑黑的这个那甜美的讨人喜欢，真的，只因为他在做一个内心里头，他说不定不是唱很大声的，但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冥想，这样的。好，我们今天来看从刚才的一个诗歌的一个赞美，那圣歌队他们特别留下来为华语堂做献唱，唱得好吗？哇哦，太棒了！他们好，我也跟着要好啊，对不对？我也跟着一棵树被栽在什么溪水旁，诗人不说一棵树把你栽在什么干枯的什么样荒漠当中。等一下我会讲话。是的，他们已经把写作的一个灵写作者的那个灵给讴歌出来了，与我同赞美，完全是同步的。非常感恩这一群赞美的弟兄这个姊妹们，他们把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3节
这边有说不做不从不战不做。我来念一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三个不，不不不，三不政策。三不生命的政策是耶和华的一个百姓所要遵循的，是耶和华给我们凡是敬拜上帝的人所要去活出三不生命的一个原则。这个三不不是限定，不是妨碍你的一个生命的发展，而是对生命的一种保障。限制跟保障差很多，领受差很多，所以不从、不站、不坐，特别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事实上与基督不谋的，不会处处为敌的人，敌基督人。这个人我从小我的父亲就跟我说敌基督人就是亵渎神，所以不要揽三千和耶和华的名。哇哦，非常很敬重的在教导小小的心灵，就知道说要敬仰耶和华，要非常专注而且诚恳的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种人是昼夜一直在绞尽脑汁，一直在思想。像这种人上帝不会把你冷淡了。上帝说什么？变为有福啊！如此很简单，大家都明了。原来好处在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刚才的那个溪水边的一个生命树。挖苗秋修港，他会给你什么？有充足的水泉，有尽量足够满足你的一个需求，使你的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做了就顺利。你去走了，他就护卫你，他就保护你。诗人在这里怎么样？开门见山的三步，这三步是对我们有好处。一棵树长大需要什么？水阳光，来空气。所以你看树要成为一个大树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环顾一下，上帝给你有多少？上帝给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功能，生命的功能，给你环境，给你住点，给你用品，这些通通都是环境的一个好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提供。条件有了，接下来你就领受怎么样去按着他的一个训诲，一个 decrease 就是训言训言，然后去一步一步的遵循，活用出来。哇，活用出来。我一直从40岁那时候，我很想走演奏，钢琴演奏，但是上帝说你走演奏即使你去到那个纽约肯尼迪的一个演奏中心给你演奏一次，即使给你留下记录，但是你也不会高兴，你还会再继续这往上爬。当然是好的，但是那个是一个个人的 reputation 的一个performance 的 reputation。上帝说，你再去进修，你再去进入装备了，因为那个后来的装备会更加使你的环境以后要服侍更加的什么雄厚，更加的那个大长球大长我身材长得好不好？也不高大你说好，人家好是要像歌利亚，据说是190还是2公尺，我们有特别研究歌利亚神学了，但是长得高有什么用？被一颗小石子就解决掉了，对不对？大卫没有长高但是大卫所写作出来的2000年了，比巴哈还久。巴哈，我的英文名字叫巴，因为我父亲觉得我弹巴哈，我初中的时候弹巴哈，他说：“哎呀，很有样子好好听，你干脆叫乌巴这样的。”所以我的教授也是叫做巴固请你上来带乐团 ，OK， 示范
带乐团，每次听了之后，八鼓呜，我的心就会怎么紧张我会紧张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年轻小伙子，20几岁、29岁，去到那边那边都是高手音乐学院都是高手真的环境压力，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安稳，你一步一步你上课晚的时候不要缺席，但是你回去我都会有时间陪你做作业。所以我的这个那个美国音乐音乐哲学、音乐历史、西洋音乐历史，我都蛮不错的。我是什么小子？东方小子，去到那边的时候，竟然能够跟上脚步，这是生命的提供，那个是勇气之源勇气爱有好大生命的功能。那现在在这里以赛亚书41章的18节有说，在金光之处的高处，净光的高处开一条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干地变为涌泉。这个我字不是不是这个那个以赛亚的我，也不是读经的我字，乃是全能主的他，全能主的我字，代表上帝与你的所读的话语同在了，同为一体了。神可以使净光的高处，什么叫净光的高处？没有水泉、没有生命活动的一个地方，竟然会弄出一个水泉出来。如果你这一棵树，上帝把你栽在那个荒漠当中，你在那边歌唱1个礼拜、1个月、1年过去之后，还是你这一棵树，你会不会觉得孤单？一定的啦，一定会觉得我要唱我的树群，我的树的同伴，唱歌的赞美的同伴在那里了，会有一种孤单感。但是神说，我要使那净光之处变为一个涌泉，有生命之地。上帝使你的一个生活条件已经是不错了，你如何去运用天父给你的身体，给你的灵，能够粗壮，长得屹立不摇，这个是一个挑战。你怎么样去竭力追求，竭力来使用出可以抵挡大风大浪的一个挑战呢？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成为树的一个树，并不是自己随便乱长大的，而是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神全能主的一个树。这个树你长的才有用你自己生长的没用。要为上帝所的回应天父的一个赞美的这个路程，他会体恤你的赞美，他会接纳你的讴歌的那个生命声音，成为上帝赞美上帝的树，且是巨大的树。这里19节，41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9章19节，我又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弟兄姐妹，这里有几棵树？算一算，6棵、7棵，其他的圣经地方还有很多棵，但是很集中的树种，在这个一个 verse， 在一个经节5、7章7棵。你喜欢哪一棵？来，姊妹喜欢哪一棵？喜欢你喜欢煮吗？炒菜吗？炒菜去买橄榄油。对，就是可以做橄榄汁、橄榄油、橄榄，对不对？炸橄榄油炒菜很香是吧？很香，这样那有的弟兄说，哎呦，我不会选那个啦，我要选那个比较有那个可以直接吃的番石榴树，对不对？那有的人几个长得不错的松树，我是如松一样，我的生命常绿，是吧？常青常松树这样的。不管你选择怎么样，
我可以表明，我们传道人最喜欢是什么？香柏啊，因为香柏是啥？好品质、好的材料 ，good quality of the lumber， 这个木材的品质是耶和华所特定的闻出那个香柏的香味，做什么用？建造上帝圣殿来用的，好吗？愿意吗？愿意啊！如果你的生命是属于那个坚固型的，那就是选的不错，而且要活用的不错。香柏树，不管你选的哪个种类，最后4个字安慰我的心，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扎实了。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70、80年前是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台南，我们台南地区一个3级这个长老教会非常古老的一个长老教会，在那边做这个传道，抚养的7个小孩，7个小孩当中，我是排老几？吊车尾的，我是排末，那个就是这个把那囝，最小的一个儿子，最小的孩子。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你现在那个考试都考得不尽理想啊，你到底有没有读书啊？英俊，你到底有没有读书？我说有啊，阿爸，我真的有读书啊，每一次回来我做作业都有啊，但是你为什么不会考像你的哥哥姐姐一样，考这么不错的前3名呢？前3呢？我一听到前3呢，我说我如果有考前10就不错了，对不对？有几进一个班级，以前的一个班级大概40个人，对吧？赢过一半就不错了。有20名在中间不错，有跟他们一样嘛，你要努力一点。他的一个话语，我后来才知道说，传道人也会焦虑嘞，不是说交给上帝来养来教导了，他自己也要督促说，你跟得上吗？英俊你不要吊车尾啊，吊车尾就是吊桥尾，是不是？跟不上的人就是什么吊桥尾。哎呀，我才知道说，真的让父亲也有一点担忧了。但是有一次几年前我哥哥跟我说，你的宣道之路，你领受生命的一个主，那个路程很宽广。他知道我一直很从事音乐的创作，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每一次我要下笔，都是在读经完了之后，说下个动作，主我就是预备要有笔，有开始五线谱，在那边那一张纸，空白的纸，成为一个赞美音乐的你的灵的一个记录，灵的一个写作的一个记录。终于我写了很多管弦敬拜的一个诗歌。音乐厅，我们台湾现代音乐，我也写了很多，在台北这个音乐厅演奏。教授博士都演奏英俊的现代乐，我觉得很惊讶呢。我领受上帝给我的东西，暗中写作出版之后，变成怎么一种的人人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作曲家原来是信靠上帝的一个 composer。是实行上帝瓦名的一个这个见证者，是的，所以这个灵是安慰我了。上帝的灵使我这棵树不会落单，不会跟不上。你呢，也可以跟得上。我竟然是怎么样可以正好跟上，然后满足你的灵，可以吗？阿们。你的读书，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脚步不会使你落单，不是我保证的。上帝在他的一个训言里头，他的 decrees 都已经阐明了，上帝会给你成为一棵众人的，你跟众人合作的，一起群居的一个树 ，ensemble fortitude，ensemble 就是群体，而且是不屈不挠。越唱越神勇的
一种神速的一个赞美神的一个树群，不会成为一个孤单 alone singing， 孤单又怎么样？没有水泉、没有丰富的一个之地，你不会在那边被冷落了。阿们。哇，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正好我心坚定的时候，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主啊，我心已坚定，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是不是？一开始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这就是我的本命啊！我的本命区很简单，俄勒，直到我这口气被主收回去，可以吗？你呢？可以啊。可以来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树，而且融入神的一个给你们富强教会的一个赞美的一个团体。第三个就是树的生命价值。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所谓我心赞美耶和华，日夜昼夜思想都赞美他的灵的时候。41章20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这是耶和华的圣者所造的，你看多真实啊！这个是神的话语所来应允的。知道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要经过4个步骤。这4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是稳定你的心，好叫我这个人，好叫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名字，好叫我看见、知道了。进入思想了，转动，最后豁然开朗的一个接受神给你的一个安排，明白了，明白在你身上的一个所做的一个purpose， 所做的一个带领。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我们要明白神的要怎么样跟进神的一个话语的时候，用一句这个诗歌一个诗歌来做我的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吗？148篇9节到12节。好，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野兽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你看，他说都当赞美，都就是涵盖所有前面的各种身份、各种角色，还是各种空间、各种身份、各种类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是被包含在一个大山小山所有被造物的一个空间里面的一种活物。这个活物就是当赞美耶和华，同意吗？阿们，非常好。这个促使我呢，每一次唱歌的动能就是非常用极这个响亮的一个声音转动，跟极这个直白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我今天的树的赞美。希望你的赞美、你的敬拜、你的一个追求人生的一个 target 的前面的一个路程，不会落单，可以吗？不要落单。富强教会很强。当你心灵有一点开始软弱的时候，赶快往什么样？台南东门路3段几巷？11巷。里面巷子有一个富强教会，赶快跑过来祷告吧。赶紧来，这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圣者在与你同在，为你祷告。很感动啦，所以我今天来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贵教会的牧长，2位牧长都是我非常学习的那个服侍的一个感动的学长还有长子团就强了。我讲恁教会取得太好了，我没办法在世界各地。还有没有富强？还没有富强，你们唯一的品牌，又富又强啊！对不对？父主的灵使你们身体强壮哦。阿们。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我们的诗歌的一个介绍诗歌福音这20年来的这个介绍。好我们影音同工给我们放送。
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掌管。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不管心情，不管环境，只管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生命正常，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凡事感谢喜乐。我要感谢，我要喜乐，感谢喜乐，我领了唱。哈利哈利路亚。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掌管。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历经耶稣枝般标杆，让生命成长。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凡事感谢喜乐。好，哎，感谢哇！有你们的掌声哈，我觉得这20年来哈走的日子啊，时间好快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变老了，一下子也增加20岁的20年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哈，我总觉得哈，今年不会比去年老，因为我的生命的那个 vitality， 生命的活力的那个活源呐，源头哈，也够有啦，还有啦。对不对？再2年我就70了，2年多我就70了。那这怎么会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上帝就是快，但是你紧跟得非常紧，他知道我非常紧密的跟着他的一个脚踪来行。我这个头发绝对是原来的色，没有因为要服侍而跑去染发的，我绝对是诚实的。上帝给我有活力。是为他见证的名而来赞美的时候，就要如同好。然后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的这个跑了这么多国家，有到这个南美洲跟迪兰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都有各宗会的一个教会都有非常联系紧密的一个事工的一个连结也有机会去到这个非洲20年来。去到非洲是最恐怖的，去到那边宣教完的时候，从北边的波斯瓦纳下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被假的警察骗停车，然后呢就硬把我的车门打开之后，就上来揍我们了，一直被打我本来是坐在旁边可以溜出去，但是
还好没有跳出去，因为我的同伴有说看见后车厢后面还有一个拿枪的，如果我跳了之后在路旁我奔走不到100公尺就被击毙了，还好没有激怒他们，就是被揍几下了，全车人哀哀叫这样的我们的在那边宣教士眼睛也肿大我手也好像也被扭伤了这样的所以他们抢了我们好几万块的，不是美金是南非币还好他们驾驶有一个大陆的弟兄他说这一趟路从约翰尼斯堡开车往北走，他有一个预感一定会被抢，所以他的口袋大概有10个。他知道哪里抢的时候遇到抢，先把第一个里面的钞票往外撒，就这样调虎离山计他很聪明，都知道有预感一定会被揍了。结果真的是遇到抢匪，所以其中有一张就是抢匪的一个，我偷偷照他有看到我照的时候，你再照，我就要杀你了这样的所以还是一样乖一点，红推拔进，但是性命要保住了，我才能保留好几年，直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刻这样的所以每次回来这个跟故乡的一个这个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了，很感恩。栽培我从主学一直往上长的时候，这个种子我不忘为台湾的长老教会所有的信徒，还是台湾的土地住民，你们通通都是台湾的这个非常很享受的一个住民，来做安全平安的祷告因为我们从外面看进来台湾淡薄仔危险我心灵就是有一个祷告的灵，天天为我们台湾来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赞美宣扬福音的一个本分。如果你有感动，我们很期待你的一个 support， 我们很期待你成为我们的一个宣教之友。在外面有那个粉红色的一个我们宣教 See the music of the 这个 music friends 宣教，你如果这个给我们支持如果可以的话，写你们 email， 每一次我们去到哪一个地区，我们会发 email 的时候，让你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在何方，要去哪一个地方做这个音乐来布道了这样的你们就是我的一个帮助愿上帝的灵加冕于你。好，我们我用一首诗歌来做一个结束，千万个祝福，我唱上半段就好了。OK， 好，请给我音乐。大地已经苏醒了，我要寻找我的良人，我的主耶稣。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良人。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耶稣。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佳美如向我说，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
享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叫美主向我诉，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我已将我领受的部分抛给你们了，愿你们的灵命赞美耶和华的灵日日增长，日日长高。好，音乐预备。好最后我们用